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。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佛說大乘無量壽，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。法會聖眾第一。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王舍城，其都掘山中，與大比丘眾12000人俱，一切大乘神通已達。其名曰尊者憍陳如、尊者舍利弗、尊者大目犍連、尊者迦葉、尊者阿難等，而為上首。又有普賢菩薩、文殊師利菩薩、彌勒菩薩及賢劫中一切菩薩，皆來集會。得尊普賢第二。又賢護等16正士，所謂善思維菩薩、慧辯才菩薩、觀無住菩薩、神通花菩薩、光應菩薩、寶藏菩薩、至上菩薩、直根菩薩、信慧菩薩、願慧菩薩、香象菩薩、寶應菩薩、中住菩薩、濟行菩薩、解脫菩薩，而為上首。咸共遵修普賢大士之德，具足無量行願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遊步十方，行權方便，入佛法藏，究竟彼岸。願於無量世界成等正覺，捨兜率，降王宮。棄位出家，苦行學道，作師示現，順世間故，以定慧力，降伏魔怨，得微妙法，成最正覺。天人歸仰，請轉法律，常以法音，覺諸世間，破煩惱城，壞諸欲諂，洗作舊污，顯明清白。調眾生，宣妙理，儲功德，示福田，以諸法藥，救療三苦，升灌頂階，受菩提記。為教菩薩作阿舍利，常集相應無邊諸行，成熟菩薩無邊善根，無量諸佛咸共護念，諸佛剎中皆能示現。披善幻師，現眾異相，於彼相中實無可得。此諸菩薩亦復如是，通諸法性，達眾生相，供養諸佛，開導群生，化現其身，猶如電光。烈魔見網，解諸纏縛，遠超聲聞辟支佛地。入空無相，無願法門，善立方便，顯示三乘，於此中下而現滅道，得無生無滅諸三摩地，及得一切陀羅尼門，隨時悟入華嚴三昧，具足總持8,000三昧，住心禪定，悉度無量諸佛，於一念頃，遍遊一切佛土，得佛辯才，住普賢行，善能分別眾生語言，開化顯示真實之際，超過世間諸所有法，心常諦住度世之道，於一切萬物隨意自在，為諸庶類作不請之友，受持如來甚深法藏。護佛種性常使不絕，興大悲憫有情，演慈辯受法眼，度惡趣開善門，
於諸眾生視若自己，請濟付荷，皆到彼岸，悉獲諸佛無量功德，智慧聖明，不可思議。如是等諸大菩薩，無量無邊，一時來集。又有比丘尼500人，清信士7000人，清信女500人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諸天梵眾，悉共大會。大教緣起第3。爾時世尊威光赫奕，如融金墜，又如明鏡，映暢表裏，現大光明，數千百變。尊者阿難即自思惟：今日世尊色身諸根，月如清淨，光顏巍巍，寶剎莊嚴，從昔以來所未曾見。喜得瞻仰，生希有心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長跪合掌，而白佛言：世尊今日入大寂定，住其特法，住諸佛所住導師之行，最勝之道。去來現在佛佛相念，唯念過去未來諸佛也，唯念現在他方諸佛也。何故威神顯耀，光瑞殊妙乃爾？願為宣說。於是世尊告阿難言：善哉善哉，汝為哀愍利樂諸眾生故，能問如是微妙之義。如今斯問，勝於供養一天下阿羅漢、辟支佛、布施女劫諸天人民，冤非蠕動之類，功德百千萬倍。何以故？當來諸天人民一切含力，皆因汝聞而得度脫故。阿難，如來以無盡大悲，驚哀三界，所以出興於世，光展道教，欲請群萌，為而真實之理，難值難見，如丘曇花，稀有出現。汝今所聞，多所饒益。阿難當知，如來正覺，其智難量，無有障礙，能於念頃住無量億劫，身及諸根，無有增減。所以者何？如來定慧夠暢無極，於一切法而得最勝自在故。阿難諦聽，善思念之，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法藏因地第4。佛告阿難：過去無量不可思議，無央數劫，有佛出世，名世間自在王如來，應供等正覺，名行足，善逝，世間解，無上士，調御丈夫，天人師，佛世尊，在世教授42劫，時為諸天及世人民說經講道。有大國主，名世堯王，聞佛說法，歡喜開解，尋發無上真正道義，棄國捐王，行作沙門，號曰法藏，修菩薩道，高才勇捷，與世超異，信解明記，悉皆第一。又有殊勝行願及念慧力，增上其心，堅固不動，修行精進，無能遇者，往詣佛所，頂禮長跪，向佛合掌，即以騎馱讚佛，發廣大願，頌曰：如來微妙色端嚴，一切世間無有等，光明無量照十方，日月火珠皆力耀。世尊能演一音聲，有情各各隨類解，
又能現一妙色身，普使眾生隨類見。願我得佛清淨聲，發音普及無邊界，宣揚界定精進門，通達甚深微妙法，智慧廣大深如海，內心清淨絕塵路，超過無邊覺趣門，速到菩提究竟岸。無明貪嗔皆永無，或盡過無三昧力，亦如過去無量佛，唯彼群生大導師，能救一切諸世間，生老病死眾苦惱，常行布施及戒忍，精進定為六波羅，未度有情令得度，已度之者使成佛。假令供養行沙乘，不如堅勇求正覺。願當安住三摩地，行放光明照一切，感得廣大清淨居，殊勝莊嚴無等倫。輪迴諸趣眾生類，畜生我賊受安樂。常運慈心拔有情，度盡無邊苦眾生。我行決定堅固力，唯佛聖智能正知。縱使身子諸苦中，如是願心永不退。至心精進第五。法藏比丘說此偈已，而白佛言：我今為菩薩道，以發無上正覺之心，取願作佛，悉令如佛。願佛為我廣宣經法，我當奉持，如法修行，拔諸勤苦生死根本，速成無上正等正覺。欲令我作佛時，智慧光明，所居國土，教授明智，皆聞十方諸天人民及冤如類，來生我國，悉作菩薩。我立是願，都勝無數諸佛國者，寧可得否？世間自在王佛，即為法藏而說經言。譬如大海，一人斗量，經歷劫數，尚可窮抵。人有至心求道，精進不止，會當克果，何怨不得？汝自思惟，修何方便，而能成就佛剎莊嚴？如所修行，汝自當知。清淨佛國，汝應自攝。法藏白言：斯義宏深，非我境界，唯願如來應正遍知，廣演諸佛無量妙剎。若我得聞如是等法，斯為修集誓滿所願。世間自在王佛知其高明，志願深廣，即為宣說210億諸佛剎土功德嚴淨，廣大圓滿之上，應其心願，悉現汝知。說是法時，經千億歲，爾時法藏聞佛所說，皆悉睹見，起發無上殊勝之願。於彼天人善惡，國土粗妙，思惟究竟，便一其心，選擇所欲，結得大願，精勤求生，恭慎保持，收集功德，滿足五劫。於彼21俱胝佛土，功德莊嚴之事，明了通達，如一佛剎。所攝佛國，超過於彼。既攝受已，復詣世自在王如來所，稽首禮足，繞佛三匝，合掌而住，白言世尊：我已成就莊嚴佛土，清淨之行。佛言善哉，今正是時，汝應具說，令眾歡喜，亦令大眾聞是法已。
得大善利，能於佛剎收集攝受，滿足無量大願。發大誓願第六。法藏白言：唯願世尊大慈聽察，我若證得無上菩提，成正覺已，所居佛剎，具足無量不可思議功德莊嚴，無有地獄、餓鬼、禽獸、鳶飛魚動之類，所有一切眾生，以及閻摩羅界、三惡道中來生我剎，受我法化，悉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不復更墮惡趣。得是願，乃作佛；不得是願，不取無上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十方世界所有眾生，令生我剎，皆具紫磨真金色身，32種大丈夫相，端正淨潔，悉同一類。若形貌差別，有好醜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所有眾生生我國者，自知無量劫時宿命，所作善惡，皆能動視竊聽，知十方去來現在之事，不得是願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所有眾生生我國者，皆得他心自通。若不悉知憶羅由他百千佛剎眾生心念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所有眾生生我國者，皆得神通自在，波羅蜜多，於一念頃，不能超過憶羅由他百千佛剎，周遍巡力，供養諸佛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所有眾生生我國者，遠離分別，諸根寂靜。若不決定成等正覺，正大涅槃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光明無量，普照十方，絕勝諸佛，勝於日月之明，千萬億倍。若有眾生見我光明，照足其身，莫不安樂，慈心作善，來生我國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壽命無量，國中聲聞天人無數，壽命亦皆無量。假令3000大千世界眾生，悉成緣覺，於百千劫，悉共計較。若能知其量數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十方世界無量剎中，無數諸佛，若不共稱歎我名，說我功德國土之善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十方眾生聞我名號，至心信拗，所有善根深深回向，願生我國，乃至10念。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覺。唯除五逆，誹謗正法。我作佛時，十方眾生聞我名號，發菩提心，修諸功德，奉行六波羅蜜，堅固不退，復以善根回向，願生我國。一心念我，晝夜不斷。臨壽終時，我與諸菩薩眾迎現其前，經須臾間，即生我剎，作阿惟越致菩薩，不得是願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十方眾生聞我名號，繫念我國，發菩提心，堅固不退，直種德本，至心回向，欲生極樂，無不遂者。若有宿惡，聞我名字，即自悔過，為道作善，便持經戒，
願生我殘。命中不復更三惡道，即生我國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國無婦女。若有女人聞我名字，得清淨信，發菩提心，厭患女身，願生我國。命中即化男子，來我剎土。十方世界諸眾生類，生我國者，皆於七寶池蓮花中化生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十方眾生聞我名字，歡喜信樂，禮拜歸命，以清淨心修菩薩行。諸天世人莫不致敬。若聞我名，壽終之後，生尊貴家，諸根無缺，常修殊勝梵行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國中無不善名，所有眾生生我國者，皆同一心，住於定聚，永離熱惱，心得清涼，所受快樂，猶如漏盡比丘。若起想念，貪計生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生我國者，善根無量，皆得金剛那羅延身，堅固之力，身頂皆有光明照耀，成就一切智慧，獲得無邊辯才，善談諸法秘要，說經行道，語如鐘聲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所有眾生生我國者，究竟必至一生補處，隨其本願為眾生故，披宏誓海，教化一切有情，皆發信心，修菩提行，行普賢道，雖生他方世界，永離惡趣，或樂說法，或樂聽法，或現神足，隨意收集，無不圓滿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生我國者，所需飲食、衣服、種種供具，隨意即至，無不滿願。十方諸佛應念受其供養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國中萬物嚴淨光麗，形色殊特，窮微極妙，無能稱量。其諸眾生雖具天眼，有能辨其形色、光相、名數及總宣說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國中無量悉樹，高或8,000由旬，道長樹高400萬里。諸菩薩中，雖有善根劣者，亦能了知。欲見諸佛正國莊嚴，悉於寶樹間見，猶如明鏡，睹其面像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所居佛壇廣博嚴淨，光瑩如鏡，徹照十方無量無數，不可思議。諸佛世界眾生睹者，生希有心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下從地際，上至虛空，宮殿、樓觀、池流、花樹、國土所有一切萬物，皆以無量寶香合成，其香普分十方世界，眾生聞者，皆修佛行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十方佛剎諸菩薩眾聞我名已，皆悉諦得清淨解脫，普等三昧，諸心總持，住三摩地，至於成佛。
定中常供無量無邊一切諸佛，不失定義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他方世界諸菩薩眾聞我名者，證離生法，獲陀羅尼，清淨歡喜，得平等住，修菩薩行，具足德本，應時不獲一二三忍。於諸佛法，不能現證不退轉者，不取正覺。必成正覺。第七。佛告阿難：爾時法藏比丘說此願已，以偈頌曰：我見超世智，必至無上道。斯願不滿足，誓不成等覺。復為大施主，普濟諸窮苦，令彼諸群生，長夜無憂惱，出生種善根，成就菩提果。我若成正覺，立名無量壽。眾生聞此號，俱來我剎中。如佛金色身，妙相色圓滿。亦以大悲心，利益諸群品，離欲心正念，淨慧修梵行。願我智慧光，普照十方剎，消除三垢名，明濟眾厄難，息捨三途苦，滅諸煩惱暗，開彼智慧眼，獲得光明身，閉塞諸惡道，通達善趣門，為眾開法藏，廣施功德寶。如佛無礙智，所行持敏行，常作天人師，得為三界雄。說法獅子哮，廣度諸有情，圓滿悉所願，一切皆成佛。斯願若克果，大千應感動。虛空諸天神，當遇真妙花。佛告阿難：法藏比丘說此頌已，應時普地六種震動，天雨妙花已散其上，自然音樂空中讚言，決定必成無上正覺。積功累德。第八。阿難，法藏比丘於世自在王如來前及諸天人大眾之中，發施宏誓願已，住真實位，勇猛精進，一向專自莊嚴妙土，所修佛國開闊廣大，超勝獨妙，建立常嚴，無須無變。於無量劫即直得行，不起貪嗔痴欲諸想，不着色聲香味觸法，但樂憶念過去諸佛所修善根，行直正行，遠離虛妄，依真諦門，直種德本，不計眾苦，少欲知足，專求白法，為利群生，志願無倦，忍力成就，於諸有情，常懷慈忍，和顏愛語，勸喻策進，恭敬三寶，奉事師長，無有虛偽諂曲之心，莊嚴眾行，軌範具足，觀法如化，三昧常寂，善護口業，不譏他過，善護身業，不失律儀，善護意業，清淨無染，所有國城、聚落、眷屬、珍寶，都無所着，行以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、六度之行，教化安立眾生，住於無上真正之道，由成如是諸善根故，所生之處，
無量寶藏，自然發應，或為長者居士，豪盛尊貴，或為剎利國王，轉輪聖帝，或為六欲天主，乃至梵王，於諸佛所尊重供養，未曾間斷，如是功德，說不能盡。身口常出無量妙香，猶如旃檀、優鉢羅花，其香普熏無量世界。隨所生處，色相端嚴，32相80種好，悉皆具足。手中常出無盡之寶，莊嚴之具，一切所需最上之物。利樂有情，由是因緣能令無量眾生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圓滿成就第九。佛告阿難：法藏比丘，修菩薩行，積功累德，無量無邊，於一切法而得自在。非是語言分別之所能知，所發誓願圓滿成就，如實安住，具足莊嚴，威德廣大，清淨佛土。阿難聞佛所說，百世尊言：法藏菩薩成菩提者，為是過去佛耶？未來佛耶？為今現在他方世界耶？世尊告言：彼佛如來，來無所來，去無所去，無生無滅，非過現未來，但以籌願度生。現在西方虛閻浮提8,000俱胝那由他佛剎，有世界名曰極樂。法藏成佛，號阿彌陀。成佛以來，於今十劫，今現在說法，有無量無數菩薩聲聞之眾，恭敬圍繞，皆願作佛。第10。佛說阿彌陀佛為菩薩求得是願時，阿舍王子與500大長者聞之，皆大歡喜，各持一金花蓋，俱到佛前作禮，以花蓋上佛耳，卻坐一面聽經，心中願言：令我等作佛時，皆如阿彌陀佛。佛即知之，告諸比丘：是王子等後當作佛。彼於前世住菩薩道，無數劫來供養400億佛，迦葉佛時，彼等為我弟子，今供養我，復相值也。時諸比丘聞佛言者，莫不代之歡喜。國界嚴正第11。佛喻阿難：彼極樂界，無量功德，具足莊嚴，永無眾苦、諸難、惡趣、魔惱之名，亦無4時、寒暑、雨明之異，復無大小江海、幽靈坑坎、荊棘沙礫、鐵圍、須彌、土石等山，唯以自然七寶、黃金為地，寬廣平靜，不可限極，微妙奇麗，清淨莊嚴，超於十方一切世界。阿難聞已，百世尊言：若彼國土無須彌山，其4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？佛告阿難：夜摩兜率，乃至色無色界，一切諸天依何而住？阿難白言：不可思議業力所致。佛喻阿難：不思議業，如何知也？汝身果報不可思議，
眾生業報亦不可思議，眾生善根不可思議，諸佛勝力，諸佛世界亦不可思議，其國眾生功德善力，住行業地及佛神力，故能已矣。阿難白言：業因果報不可思議，我於此法實無所惑，但為將來眾生破除疑妄，故發斯問。光明遍照第12。佛告阿難：阿彌陀佛威神光明，最尊第一，十方諸佛所不能及。遍照東方恒沙佛剎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。若化頂上圓光，或1、2、3、4由旬，或百千萬億由旬，諸佛光明，或照1、2佛剎，或照百千佛剎，為阿彌陀佛。光明普照無量無邊無數佛剎，諸佛光明所照遠近，本其前世求道，所願功德大小不同，自作佛時各自得知，自在所作不為預計。阿彌陀佛光明善好，勝於日月之明千億萬倍，光中極尊，佛中之王。是故無量壽佛，亦號無量光佛，亦號無邊光佛，無礙光佛，無等光佛，亦號智慧光、常照光、清淨光、歡喜光、解脫光、安穩光、超日月光、不思議光，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。其有眾生遇斯光者，救滅善生，身意柔軟。若在三途極苦之處，見此光明，皆得休息，命終皆得解脫。若有眾生聞其光明、威神、功德，日夜稱說，至心不斷，隨意所願，得生其國。壽眾無量第13。佛喻阿難：無量壽佛，壽命長久，不可稱計。又有無數聲聞之眾，神智洞達，威力自在，能於掌中持一切世界。我弟子中大目犍連，神通第一，3000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星宿眾生，於一晝夜悉知其數。假使十方眾生悉成緣覺，一一緣覺壽萬億歲，神通皆如大目犍連，盡其壽命，竭其智力，悉共推算，彼佛會中聲聞之數，千萬分中不及一分。譬如大海，深廣無邊，竊取一毛，悉為百分。雖如微塵，以一毛塵沾海一滴，此無塵水，比海屬多。阿難，彼目犍連等所知數者，如無塵水；所未知者，如大海水。彼佛壽量及諸菩薩、聲聞、天人壽量亦異，非以算計譬喻之所能知。寶樹遍國第14。彼如來國多諸寶樹，或純金樹、純白銀樹、琉璃樹、水晶樹、琥珀樹、美玉樹、瑪瑙樹，唯一寶城，不雜餘寶。或有2寶、3寶乃至7寶，轉共合成。
根莖枝幹，此寶所成。花葉果實，他寶化作。或有寶樹，黃金為根，白銀為身，琉璃為枝，水晶為梢，琥珀為葉，美玉為花，瑪瑙為果。其餘諸樹復有七寶，互為根幹枝葉花果，種種共成，各自異行，行行相直，徑徑相望，枝葉相向，花實相當，榮色光耀，不可勝視。清風時發，出五音聲，微妙工商，自然相和。是諸寶樹，周遍其國。菩提道場第15。右其道場有菩提樹，高400萬里，其本周圍5000由旬，枝葉四布20萬里，一切眾寶自然合成，花果馥郁，光輝遍照。復有紅綠青白諸摩尼寶，眾寶之王，以為瓔珞。雲聚寶所，飾珠寶柱，金珠鈴鐸，周集條間，珍妙寶網，羅覆其上，百千萬色，互相映飾，無量光嚴，照耀無極，一切莊嚴，隨應而現。微風隨動，吹諸枝葉，演出無量妙法音聲，其聲流布，遍諸佛國，清暢哀涼，微妙和雅，十方世界音聲之中，最為第一。若有眾生倒菩提樹，聞聲嗅香，嘗其果味，觸其光影，念樹功德，皆得六根清澈，無諸惱患，住不退轉，自成佛道。復由見彼樹故，獲三種忍：一、音響忍；二、柔順忍；三者無生法忍。佛告阿難：如是佛剎花果樹木，與諸眾生而作佛事。此皆無量壽佛，威神力故，本願力故，滿足願故，明了堅固，究竟願故。堂舍樓觀第16。又無量壽佛講堂精舍，樓觀難順，亦皆七寶自然化成。復有百諸摩尼以為交樂，明妙無比，諸菩薩眾所居宮殿，亦復如是。中有在地講經、誦經者，有在地受經、聽經者，有在地經行者、思道及坐禪者，有在虛空講誦受聽者。經行、思道及坐禪者，或得須陀洹，或得斯陀含，或得阿那含、阿羅漢。未得阿惟越致者，則得阿惟越致。各自念道、說道、行道，莫不歡喜。傳持功德第17。又其講堂左右，傳持交流，中廣深淺，皆各一等，或10由旬、20由旬，乃至百千由旬，湛然香潔，具八功德。岸邊無數旃檀香樹、吉祥果樹，花果行芳，光明照耀，修條密葉，交覆於池，出種種香，世無能遇。隨風散覆，源水流分。又復持色七寶，地布金沙，優鉢羅花、鉢檀摩花、拘牟頭花、分陀利花，雜色光茂，
微浮水上，若比眾生過欲此水，欲自足者，欲自失者，欲自腰翼，欲自頸者，或欲貫身，或欲冷者，溫者，急流者，緩流者，其水一一隨眾生意，開神悅體，靜若無形，寶沙映徹，無心不照，微難隨回，轉相貫注，波揚無量微妙音聲，或聞佛法僧聲，波羅蜜聲，紫色寂靜聲，無生無滅聲，十力無畏聲，或聞無性無作無我聲，大慈大悲喜捨聲，甘露灌頂受惠聲，得聞如是種種聲已，其心清淨，無諸分別，正直平等，成熟善根，隨其所聞，與法相應，其願聞者，接讀聞之，所不欲聞，了無所聞，永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十方世界諸往生者，皆於七寶池蓮花中自然化生，悉受清虛之身，無極之體，不聞三途惡惱苦難之名，尚無假設，何況實苦？但有自然快樂之音，是故彼國名為極樂。超世稀有第18，彼極樂國所有眾生，容色微妙，超世稀有，咸同一類，無差別相。但因信如方俗，故有天人之名。佛告阿難：譬如世間貧苦乞人，在帝王邊，面貌形狀，寧可慮苦。帝王若比轉輪聖王，則為鄙陋；猶比乞人，在帝王邊也。轉輪聖王威相第一，比之忉利天王，又復醜劣。假令帝釋，比第六天，雖百千倍，不相類也。第六天王若比極樂國中菩薩聲聞，光顏容色，雖萬億倍，不相及第。所處宮殿，衣服飲食，猶如他化自在天王。至於威德、階位、神通變化，一切天人不可為比，百千萬億不可計倍。阿難應知，無量壽佛極樂國土，如是功德莊嚴，不可思議。受用具足第19，復次極樂世界，所有眾生，或已生，或現生，或當生，皆得如是諸妙色身，形貌端嚴，福德無量，智慧明了，神通自在，受用種種一切豐足，宮殿、服飾、香花、幡蓋、莊嚴之具，隨意所需，悉皆如念。若欲食時，七寶鉢器自然在前，百味飲食自然盈滿。雖有此食，實無食者，但見色聞香，以意為食，色力增長，而無辨慧，身心柔軟，無所味着，是以化去，是之復現。復有眾寶妙衣，冠帶、瓔珞，無量光明，百千妙色，悉皆具足，自然在身。所居舍宅，稱其形色，寶網微浮，圓珠寶鈴，奇妙珍異，周遍教飾，光色晃耀，峻極嚴厲，流貫難順，堂宇房閣，廣狹方圓，
或大或小，或在虛空，或在平地，清靜安穩，微妙快樂，應念現前，無不具足。德風花雨第20。祈佛國土，每於食時，自然德風隨起，吹諸羅網及眾寶樹，出微妙音，演說苦空無常無我，諸波羅蜜，流布萬種溫雅德香。其有聞者，塵勞垢雜，自然不起，豐足其身，安和調息，猶如比丘得滅盡定。復吹七寶林樹，飄花成聚，種種色光，遍滿佛土，隨色次第而不雜亂，柔軟光潔，如兜羅面，足理其上，沒心四指，隨足舉已，還復如初。過食時後，其花自沒，大地清淨，更如新花。隨其時節，還復周遍，與前無異，如是六返。寶蓮佛光第21。又眾寶蓮花周滿世界，一一寶花，百千億葉，其花光明，無量種色，青色青光，白色白光，玄黃珠紫，光色亦然。復有無量妙寶，百千摩尼，影色珍奇，明耀日月。彼蓮花量，或半由旬，或1、2、3、4，乃至百千由旬。一一花中出36百千億光，一一光中出36百千億佛。身色紫金，相好殊特，一一諸佛，又放百千光明，普為十方說微妙法。如是諸佛，各各安立無量眾生於佛正道。決證極果第22。復次阿難，彼佛國土，無有昏暗火光，日月星耀，晝夜之象，亦無歲月劫數之名。復無住着家室，於一切處，既無標識名號，亦無取捨分別，唯受清淨最上快樂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已生，若當生，皆悉住於正定之聚，決定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若邪定聚及不定聚，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。十方佛讚第23。復次阿難，東方恒河沙數世界，一一界中如恒沙佛，各出廣長舌相，放無量光，說誠實言，稱讚無量壽佛，不可思議功德。南西北方恒沙世界，諸佛稱讚，亦復如是。四維上下恒沙世界，諸佛稱讚，亦復如是。何以故？欲令他方所有眾生聞彼佛名，發清淨心，憶念受持，皈依供養，乃至能發一念淨信，所有善根自心回向，願生彼國，隨願皆生，得不退轉，乃至無上正等菩提。三輩往生第24。佛告阿難：十方世界諸天人民，其有至心願生彼國，凡有三輩，其上輩者，捨家棄育，而作沙門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，修諸功德，願生彼國。此等眾生臨壽終時，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，經須臾間，即隨彼佛往生其國。
便於七寶花中自然化生，智慧勇猛，神通自在。是故阿難，其有眾生欲於今世見阿彌陀佛者，應發無上菩提之心，復當專念極樂國土，積集善根，應持迴向，由此見佛，生彼國中，得不退轉，乃至無上菩提。其中輩者，雖不能行作沙門，大修功德，當發無上菩提之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，隨己修行諸善功德，奉持齋戒，起立塔像，梵字沙門，緣增燃燈，散花燒香，以此迴向，願生彼國。其人臨終，阿彌陀佛化現其身，光明相好，具如真佛，與諸大眾前後圍繞，現其人前，攝受導引，即隨化佛往生其國，住不退轉，無上菩提，功德智慧，次如上輩者也。其下輩者，假使不能作諸功德，當發無上菩提之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，歡喜信樂，不生疑惑，以至誠心願生其國。此人臨終夢見彼佛，亦得往生，功德智慧次如中輩者也。若有眾生住大聖者，以清淨心向無量壽，乃至十念，願生其國，聞甚深法，即生信解，乃至獲得一念淨心，發一念心念於彼佛。此人臨命終時，如在夢中見阿彌陀佛，定生彼國，得不退轉，無上菩提。往生正因第25。復次阿難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聞此經典，受持讀誦，書寫供養，晝夜相續，求生彼剎，發菩提心，持諸禁戒，堅守不犯，饒益有情，所作善根，悉施與之，令得安樂，憶念西方阿彌陀佛及彼國土。是人命中如佛色相種種莊嚴，生寶剎中，速得聞法，永不退轉。復次阿難，若有眾生欲生彼國，雖不能大精進禪定，盡持經戒，要當作善。所謂一不殺生，二不偷盜，三不淫欲，四不妄言，五不綺語，六不惡口，七不兩舌，八不貪，九不瞋，十不痴。如是晝夜思維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種種功德，種種莊嚴，至心皈依，頂禮供養。是人臨終不驚不怖，心不顛倒，即得往生彼佛國土。若多事物不能離家，不下大修齋戒，一心清淨，有空閒時，端正身心，絕欲去憂，慈心精進，不當嗔怒嫉妒，不得貪鐵慳食，不得終悔，不得狐疑，要當孝順，至誠忠信，當信佛經語心，當信作善得福，奉持如是等法，不得虧失。思維熟計，欲得度脫，晝夜常念，願欲往生阿彌陀佛清淨佛國，10日10夜，乃至1日1夜，不斷絕者，壽終皆得往生其國，行菩薩道。諸往生者，皆得亞惟越智，皆具金色32相，皆當作佛。欲於何方佛國作佛？從心所願，隨其精進早晚，求道不休，會當得知，不失其所願也。阿難，以此義利故，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無有等等無邊世界諸佛如來，皆共稱讚無量壽佛所有功德。
禮供聽法第26。復次阿難，十方世界諸菩薩眾為欲瞻禮極樂世界無量壽佛，各以香花幢幡寶蓋往詣佛所，恭敬供養，聽受經法，宣布道化，稱讚佛土功德莊嚴。爾時世尊即說頌曰：東方諸佛剎數如恒河沙，恒沙菩薩眾往禮無量壽，南西北四圍上下亦復然，咸以尊重心，奉諸真妙供，唱法和雅音，歌嘆最勝尊，究達神通位，遊入心法門，聞佛聖德名，安穩得大利。種種供養中，勤修無懈倦，觀彼殊勝剎，微妙難思議，功德普莊嚴，諸佛國難比。因發無上心，願速成菩提。應時無量尊，微笑現金容，光明從口出，遍照十方國。回光環繞佛，三雜從頂入。菩薩見此光，即正不退位。時會一切眾，互慶生歡喜。佛語梵雷震，八音唱妙聲。十方來正事，吾悉知彼緣。自求嚴淨土，受記當作佛。覺了一切法，猶如夢幻響。滿足諸妙願，必成如是剎。知土如影像，行法宏誓心。究竟菩薩道，具諸功德本。修聖菩提行，受記當作佛。通達諸法性，一切空無我。專求淨佛土，必成如是剎。聞法樂受行，得至清淨處。必於無量尊，受記成等覺。無邊殊勝剎，其佛本願力。聞名欲往生，自致不退轉。菩薩興志願，願己國無異。普念度一切，覺發菩提心。捨彼輪迴身，俱令登彼岸。奉事萬億佛，非化遍諸剎。恭敬歡喜去，還到安養國。歌嘆佛德第27。佛語阿難，彼國菩薩成佛威神，於一食頃，復往十方無邊淨剎，供養諸佛，花香幢幡，供養之具，應念即至，皆現手中。真妙殊特，非世所有。以奉諸佛及菩薩眾，其所散花，即於空中，合為一花。花皆向下，端圓周匝，化成花蓋，百千光色，色色異香，香氣普熏。蓋之小者，滿10由旬。如是轉倍，乃至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隨其前後，以次化末。若不更以新花重散，前所散花終不復落。於虛空中共奏天樂，以微妙音歌嘆佛德。經須臾間，還其本國，都悉集會七寶講堂，無量壽佛，則為廣宣大教，演唱妙法，莫不歡喜，心解得道。即時香風吹七寶樹，出五音聲，無量妙花隨風四散，自然供養，如是不絕。一切諸天皆劑百千花香，萬種伎樂供養彼佛。及諸菩薩聲聞之眾，前後往來，希儀快樂。此皆無量壽佛本願加威，及曾供養如來，善根相續，無缺減故。善修習故，善攝取故，善成就故。大士神光第28。佛告阿難，彼佛國中諸菩薩眾，悉皆動事，竊聽八方上下去來，
現在之時，諸天人民以及淵飛魚動之類，心意善惡，口所欲言，何時度脫，得道往生，皆欲知之。又彼佛剎諸聲聞眾，身光一尋，菩薩光明照百由旬。有二菩薩最尊第一，威神光明，普照3000大千世界。阿難白佛：彼二菩薩其號云何？佛言：一名觀世音，一名大勢至。此二菩薩於娑婆界修菩薩行，往生彼國，常在阿彌陀佛左右，欲至十方無量佛所，隨心則到，現居此界，作大利樂。世間善男子善女人，若有急難恐怖，但自歸命觀世音菩薩，無不得解脫者。願力宏心第29。復次阿難，彼佛剎中所有現在未來一切菩薩，皆當究竟一生補處，為隨大願入生死界，為度群生作獅子哮，慣大甲冑，以宏誓功德而自莊嚴。雖生五濁惡世，示現同彼，直至成佛，不受惡趣。生生之處，常息宿命。無量壽佛意欲度脫十方世界諸眾生類，皆使往生其國，悉令得泥換道。作菩薩者，令悉作佛，既作佛已，轉相教授，轉相度脫，如是輾轉，不可復計。十方世界聲聞菩薩，諸眾生類，生彼佛國，得泥換道，當作佛者，不可勝數。彼佛國中常如一法，不為增多，所以者何？猶如大海，為水中王，諸水流行，都入海中，是大海水，寧為增減。八方上下，佛國無數。阿彌陀國長久廣大，名好快樂，最為獨勝。本期為菩薩時，求道所願，累德所致。無量壽佛因得布施八方上下，無窮無極，心大無量，不可勝言。菩薩修持第30。復次阿難，彼佛剎中一切菩薩，禪定、智慧、神通、威德，無不圓滿。諸佛密藏，究竟明了。調伏諸根，身心柔軟，深入正位，無復餘雜。依佛所行，七覺聖道，修行五眼，照真達俗，肉眼簡擇，天眼通達，法眼清淨，慧眼見真，佛眼具足，覺了法性，辯才總持，自在無礙，善解世間無邊方便。所言誠諦，深入意味，度諸有情，演說正法，無上無違，無薄無脫，無諸分別，遠離顛倒，於所受用，皆無攝取。遍遊佛剎，無愛無厭，亦無希求不希求想，亦無彼我違願之想。何以故？彼諸菩薩於一切眾生，有大慈悲利益心故，捨離一切執着，成就無量功德，以無礙慧解法如如，善知雜滅，音聲方便，不因世語，拗在正論，知一切法悉皆空寂，生身煩惱，意如俱盡，於三界中平等勤修，究竟一成，至於彼岸。決斷疑妄，正無所得，以方便智，增長了知，從本以來，安住神通，得一聖道，不由他悟。真實功德第31。其智宏深，譬如巨海，菩提高廣，如若須彌，自身威光，超於日月，其心潔白，
猶如雪山，忍辱如地，一切平等。清淨如水，洗諸塵垢；熾盛如火，燒煩惱身。不着如風，無諸障礙。發音雷震，各味各故。喻甘露法，潤眾生故。曠若虛空，大慈等故。如淨蓮花，離染污故。如尼俱樹，浮任大故。如金剛杵，破邪執故。如鐵圍山，眾魔外道，不能動故。其心正直，善巧決定，論法無厭。求法不倦，戒若琉璃。內外明潔，其所言說，令眾悅服。擊法鼓，見法藏，耀慧日，破痴暗。純淨溫和，直定明察。為大導師，調伏自他，引導群生，捨諸外着。永離三垢，遊戲神通，因緣願力，出生善根。摧伏一切魔君，尊重奉事諸佛。為世明燈，最勝福田。殊勝吉祥，堪受供養。黑亦歡喜，雄猛無畏。身色上好，功德辯才，具足莊嚴。無與等者，常為諸佛所共稱讚。究竟菩薩諸波羅蜜，而常安住不生不滅諸三摩地，行遍道場，遠異勝境。阿難，我今略說彼極樂界所生菩薩真實功德，悉皆如是。若廣說者，百千萬劫不能窮盡。受樂無極第32。佛告彌勒菩薩：諸天人等無量壽國聲聞菩薩功德智慧不可稱說。又其國土微妙安樂清淨若此，何不力為善，念道之自然，出入供養，觀經行道，喜樂久集，才猛智慧，心不終回，意無懈時。外若慈活，內獨使急，融融虛空，悉得其中。鐘表相應，自然嚴整，檢念端直，身心潔淨，無有愛貪，自願安定，無增缺減，求道和正，不誤傾斜，隨經若靈，不敢初跌，若於成默，咸為道務，況無他念，無有憂思，自然無為，虛空無立，淡安無欲，作得善願，盡心求殺，含哀慈憫，禮儀都合，包羅表裏，過度解脫，自然保守，真真潔白，志願無上，靜定安樂。一旦開達明徹，自然中，自然上，自然之有根本，自然光色參回，轉變最勝，屈單成七寶，橫攬成萬物，光精明驅出，善好殊無比，住於無上下，洞達無邊際，而覺勤精進，努力自求之，必得超絕去，往生無量清淨阿彌陀佛國，橫截於五趣，惡道自閉塞，無極之聖道，易往而無人，其國不亦為自然所牽隨，捐智若虛空，勤行求道德，可得極長生，受樂無有極，何為着世事，惱惱憂無常。勸喻策進第33。世人共爭不急之務，於此劇惡極苦之中，勤身營務，以自給濟，尊卑貧富少長男女，屢念積累，為心走使，無田憂田，無宅憂宅，眷屬財物有無同憂，有一少一，私欲齊等，色小具有，又憂非常，水火盜賊，怨家債主，焚漂劫奪，消散磨滅，心慳意故，
無能縱捨。命中棄捐，莫誰隨者。貧富同然，憂苦萬端。世間人民，父子兄弟夫婦親屬，當相敬愛，無相爭執，有無相通，無得貪息。言色常和，莫相違累。或時心爭，有所慰勞。後世轉劇，自成大怨。世間之事，更相患害。雖不臨時，應急上婆。人在愛欲之中，獨生獨死，獨去獨來。苦樂自當，無有代者。善惡變化，追逐所生。道路不同，會見無期。何不於強健時，努力修善，欲何待苦？世人善惡自不能見，吉凶禍福，敬覺作之。生如神暗，轉壽如教，顛倒相續，無常根本。蒙名抵突，不信經法，心無遠慮，各欲快意，迷於親惠，貪於財色，終不休止，哀哉可傷。先人不善，不識道德，無有喻者，殊無怪也。死生之趣，善惡之道，都不知信，為無有事，更相沾視，且自見之。或父哭子，或子哭父，兄弟夫婦，更相哭泣，一死一生，迭相顧戀。憂愛結薄，無有解時，思想因好，不離情欲，不能深思熟計，專精行道，年壽旋盡，無可奈何。或道者眾，悟道者少，各懷殺毒，惡氣冥冥，為妄輕視，違逆天地，恣意罪極，頓奪其壽，下入惡道，無有出期。若曹當屬思計，遠離眾惡，擇其善者，勤而行之。愛欲榮華，不可常保，皆當別離，無可樂者。當勤精進，生安樂國。智慧明達，功德殊勝，勿得隨心所欲，虧負經戒，在人後也。心得開明第34。彌勒白言：佛語教誡，甚深甚善，皆蒙慈恩解脫憂苦。佛為法王，尊超群聖，光明徹照，洞達無極，普為一切天人之師。今得值佛，復聞無量壽星，美不歡喜，心得開明。佛告彌勒：敬於佛者，是為大善，實當念佛，截斷狐疑，拔諸外欲，度眾惡緣，遊步三界，無所掛礙，開示正道，度未度者。若曹當知十方人民，永劫以來，輾轉五道，憂苦不絕，生時苦痛，老亦苦痛，病極苦痛，死極苦痛，惡臭不淨，無可樂者。意志決斷，洗除心垢，言行忠信，表裏相應，人能自度，轉相請濟，至心求願，積累善本。雖一世精進勤苦，雖如艱矣，後生無量壽國，快樂無極，永拔生死之本，無復苦惱之患，受千萬劫，自在隨意，宜覺精進，求心所願，無得而悔。自為過咎，生彼邊地，七寶城中，於500歲受諸厄也。彌勒白言：受佛明悔，專精修學，如教奉行，不敢有疑。俗世惡苦第35。佛告彌勒：汝等能於此世，端心正義，不為眾惡，甚為大德。所以者何？十方世界，善多惡少，易可開化。唯此五惡世間，最為劇苦，
我今於此作佛，教化群生，令捨五惡，去五痛，離五消，降化其意，令持五善，獲其福德。何等為五？其一者，世間諸眾生類，欲為眾惡，強者服弱，轉傷克賊，殘害殺傷，跌傷吞啖，不知為善。後受殃罰，故有窮乞、孤獨、聾盲、瘖啞、痴惡、妄狂，皆因前世不信道德，不肯為善。其有尊貴、豪富、賢明、長者、智勇、才達，皆由宿世慈孝、修善積德所致。世間有此目前現時壽終之後，入其幽冥，轉生受身，改形易道，故有泥犁、禽獸、鳶飛魚動之屬。譬如世法牢獄，劇苦極刑，魂神命精，隨序趣向，所受壽命，或長或短，雙重共生，更相報償。殃惡未盡，終不得離，輾轉其中，累劫難出，難得解脫，痛不可言。天地之間，自然有時，雖不即時報應，善惡會當歸之。其二者，世間人民不信法度，奢淫驕縱，任心自恣，居上不明，在位不正，陷人冤枉，損害忠良，心口各異，機藝多端，尊卑忠愛，更相欺廣，親為愚癡，欲治厚己，欲貪多有，利害勝負，結憤成仇，破家亡身，不顧前後，富有慳惜，不肯施予，愛寶貪寵，心勞辛苦，如是至境，無一除者。善惡禍福，追命所生，或在樂處，或入苦毒，又或見善增胖，不思無及，常懷妒心，希望他利，用自供給，消散浮取，神明克制，終入惡道，自有三途，無量苦惱，輾轉其中，累劫難出，痛不可言。其三者，世間人民相因寄生，壽命幾何？不良之人，身心不正，常懷邪惡，常念淫疾，煩滿空中，邪態外溢，廢損家財，是為非法，所當求者而不肯為。又或交結聚會，興兵傷伐，攻劫殺戮，強奪逼脅，歸給妻子，極身作樂，眾共憎厭，患而苦之。如是之惡，著於人鬼，神明既至，自入三途，無量苦惱，輾轉其中，累劫難出，痛不可言。其四者，世間人民不念修善，兩舌、惡口、妄言、綺語，憎嫉善人，敗壞賢明，不孝父母，輕慢師長，朋友無信，難得誠實，尊貴自大，為己有道，橫行威勢，侵異於人，欲人畏敬，不自慚懼，難可降化，常懷驕慢，賴其前世福德盈護，今世為惡，福德盡滅，壽命終盡，諸惡擾歸，憂其名籍，記在神明，央救牽引，無從捨離，但得前行，入於火鑊，身心摧碎，神形苦極，當思之時，悔復何及？其五者，世間人民徙以懈怠，不肯作善，自身修業，父母教誨，違類反逆，譬如怨家，不如無子，負恩為義，無有報償，放肆、遊散、擔酒、肆美、虜戶、抵突，不識人情，無義無禮，不可間曉，六親眷屬，
知用有無，不能憂念，不為父母之恩，不傳師友之義，意念身口，曾無一善，不信諸佛經法，不信生死善惡，欲害真人，鬥亂僧眾，愚癡蒙昧，自為智慧，不知生所從來，死所去向，不仁不信，希望長生，慈心教誨而不肯信，苦口語語，無益其人，心中閉塞，意不開解，大命將終，悔懼交至，不欲修善，臨時乃悔，悔之於後，將何及乎？天地之間，五道分明，善惡報應，禍福相承，身自當知，無誰代者。善人行善，從樂入樂，從名入名；惡人行惡，從苦入苦，從名入名。誰能知者？獨佛知矣。教汝開示，信行者少，生死不休，惡道不絕。如是世人，難可具盡，故有自然三途，無量苦惱，輾轉其中，世世累劫，無有出期，難得解脫，痛不可言。如是五惡五痛五燒，譬如大火，焚燒人身。若能置於其中，一心制意，端身正念，言行相符，所作自成，獨作諸善，不為眾惡，身獨度脫，獲其福德，可得長壽泥換之道，是為五大善也。重重悔勉第36。佛告彌勒、吾欲汝等，如是五惡五痛五燒，輾轉相生，敢有犯此，當力惡趣，或其今世，先被病殃，死生不得。示眾見之，或於壽終，入三惡道，受痛酷毒，自相招燃，共其怨家，更相殺傷，從小微起，成大困劇，皆由貪着財色，不肯思慧，各欲自快，無復曲直，痴欲所逼，厚己爭利，富貴榮華，當時快意，不能忍辱，不務修善，威勢無己，隨意磨滅。天道施彰，自然久舉，頃頃中中，當入其中。古今有事，痛哉可傷。汝等得佛經語，熟思為之，各自端守，終身不怠，專性敬善，仁慈博愛，當求道世，拔斷生死眾惡之本，當離三途，憂怖苦痛之道。若曹作善，云何第一？當自端心，當自端身，耳目口鼻，皆當自端。身心正潔，與善相應，勿隨嗜欲，不犯諸惡。言色當和，身行當尊，動作瞻視，安定隨為，作事倉促，敗悔在後，為之不逮，忘其功夫。如貧得寶第37。汝等廣植德本，勿犯道禁，忍辱精進，慈心專一，齋戒清淨，一日一夜，勝在無量壽國為善百歲。所以者何？彼佛國土，皆積德眾善，無毫發之惡。於此修善，10日10夜，勝於他方諸佛國中，為善千歲。所以者何？他方佛國，福德自然，無造惡之地，唯此世間善少惡多，飲苦食毒，未嘗寧息。吾哀汝等苦心悔愚，授汝經法，悉持師之，悉奉行之。尊卑男女眷屬朋友，轉相教汝，自相約檢，和順義利，歡樂慈孝。所作愚犯，則自悔過，去惡就善，
朝聞夕改，奉持經戒，如憑得寶，改往修來，洗心易行，自然感降，所願接得，佛所行處，國邑幽聚，美不蒙化，天下和順，日月清明，風雨已時，災厲不起，國豐民安，兵戈無用，崇德興仁，務修禮讓，國無盜賊，無有怨枉，強不凌弱，各得其所。我哀汝等，甚於父母念子，我於此世作佛，以善攻惡，拔生死之苦，令獲五德，升無為之安。吾般泥換，經道漸滅，人民諂偽，復為眾惡，五燒五痛，久後轉劇。汝等轉相教戒，如佛經法，無得犯也。彌勒菩薩合掌白言：世人惡苦，如是如是。佛皆慈哀，悉度脫之，受佛重悔，不敢違失。禮佛現光第38。佛告阿難：若曹欲見無量清淨平等國及諸菩薩、阿羅漢等所居國土，應起西向，當日末處，恭敬頂禮，稱念南無阿彌陀佛。阿難即從座起，面西合掌，頂禮白言：我今願見極樂世界阿彌陀佛。供養奉事，種諸善根，頂禮之間，忽見阿彌陀佛，容顏廣大，色相端嚴，如黃金山，高出一切諸世界上。又聞十方世界諸佛如來稱揚讚歎阿彌陀佛種種功德，無礙無斷。阿難白言：彼佛正剎，德未曾有，我亦願樂生於彼土。世尊告言：其中生者，已曾親近無量諸佛，植種德本，汝欲生彼，應當一心皈依瞻仰。作是語時，阿彌陀佛即於掌中放無量光，普照一切諸佛世界。時諸佛國皆悉明現，如處一塵，以阿彌陀佛殊勝光明，極清淨故，於此世界所有黑山、雪山、金剛、鐵圍、大小諸山、江河、叢林、天人宮殿，一切境界無不照見。譬如日出，明照世間，乃至泥濘、溪谷、幽冥之處，悉大開闢，皆同一色，猶如劫水彌滿世界，其中萬物沉沒不現。仿仰浩瀚，唯見大水，彼佛光明亦復如是。聲聞菩薩一切光明悉皆隱蔽，唯見佛光明耀顯赫。此會四眾、天龍八部、人非人等，皆見極樂世界種種莊嚴。阿彌陀佛於彼高座，威德巍巍，相好光明。聲聞菩薩圍繞恭敬，譬如須彌山王出於海面，明現照耀，清淨平靜，無有雜穢及異形類，為是眾寶莊嚴，聖言共住。阿難及諸菩薩眾等，皆大歡喜，踴躍作禮，以頭着地，稱念南無阿彌陀三藐三佛陀。諸天人民，以至鳶飛魚動，導師光者，所有疾苦莫不休止，一切憂惱莫不解脫，悉皆慈心作善，歡喜快樂。中磬琴瑟，箜篌樂器，不鼓自然，皆作五音。諸佛國中，諸天人民，各持花香，
來於虛空散作供養，以時極樂世界，過於西方8000區之羅由他國，以佛威力，如對目前，如淨天眼，觀一尋地，比見此土，亦復如是。悉倒娑婆世界，釋迦如來及比丘眾圍繞說法。持是述見第39。爾時佛告阿難及持是菩薩：汝見極樂世界，宮殿、樓閣、泉池、林樹，具足微妙，清淨莊嚴否？汝見欲界諸天，上至色究竟天，如諸香花，遍佛剎否？阿難對曰：唯然已見。汝聞阿彌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，化眾生否？阿難對曰：唯然已聞。佛言：汝見彼國淨行之眾，遊處虛空，宮殿隨身，無所障礙，遍至十方供養諸佛否？及見彼等念佛相續否？復有眾鳥住虛空界，出種種音，皆是化作，汝悉見否？持是白言：如佛所說，一一皆見。佛告彌勒：彼國人民有胎生者，汝復見否？彌勒白言：世尊，我見極樂世界人住胎者，如夜摩天，處於宮殿，又見眾生於蓮花內結跏趺坐，自然化生。何因緣故？彼國人民有胎生者，有化生者。邊地宜城第40。佛告持是：若有眾生以疑惑心修諸功德，願生彼國，不了佛智，不思議智，不可稱智，大聖廣智，無等無倫，最上聖智。於此諸智疑惑不信，又信罪福，收集善本，願生其國。復有眾生積集善根，希求佛智，普遍智，無等智，威德廣大，不思議智。於自善根不能生信，故於往生清淨佛國，意志猶豫，無所專具，然猶續念不絕，結其善願為本，續得往生。是諸人等以此因緣，雖生彼國，不能前至無量壽所，到指佛國界邊。七寶城中，佛不使已，身行所作，心自趣向，亦有寶池蓮花，自然受身，飲食快樂，如忉利天。於其城中，不能得出，所居舍宅在地，不能隨意高大。於500歲常不見佛，不聞經法，不見菩薩聲聞聖眾。其人智慧不明，知經復少，心不開解，意不歡樂。是故於彼謂之胎生。若有眾生明信佛智，乃至聖智，斷除疑惑，信己善根，作諸功德，自心回向，皆於七寶花中自然化生。跏趺而坐，須臾之頃，身上光明智慧功德，如諸菩薩具足成就。彌勒當知，彼化生者智慧勝故，其胎生者500歲中不見三寶，不知菩薩法識，不得收集功德，無因奉事無量壽佛。當知此人宿世之時，無有智慧，疑惑所致。或盡見佛第41。譬如轉輪聖王，有七寶玉，王子得罪，禁閉其中，層樓椅墊，寶帳金床，
欄窗塔座，妙色奇珍，飲食衣服如轉輪王，而以金鎖繫其兩足。諸小王子，寧樂此否？次是白言，否也。世尊，比丘執時，心不自在，但以種種方便，欲求出離，求諸近臣，終不從心。輪王歡喜，方得解脫。佛告彌勒：此諸眾生亦復如是。若有墮於疑悔，希求佛智，至廣大智，於自善根不能生信，又聞佛名，起信心故，雖生彼國，於蓮花中不得出現。彼處花胎，猶如圓苑宮殿之上。何以故？彼中清淨，無諸穢惡。然於500歲中，不見三寶，不得供養奉事諸佛，遠離一切殊勝善根，以此為苦，不生因拗。若此眾生悉其罪本，心自悔責，求離彼處，往昔世中過失盡已，然後乃出，即得往詣無量壽所。聽聞經法，久久亦當開解歡喜，亦得遍供無數無量諸佛，修諸功德，與阿逸多。當知疑惑，於諸菩薩為大損害，為失大利。是故應當明信諸佛無上智慧。次是白言，云何此界一類眾生，雖亦修善，而不求生？佛告持事：此等眾生，智慧微淺，分別西方，不及天界，是以非樂，不求生彼。次是白言，此等眾生，虛妄分別，不求佛剎，何免輪迴？佛言：彼等所種善根，不能離相，不求佛慧，心着世樂，人間福報，雖復修福，求人天果，得報之時，一切豐足，而未能出三界獄中。假使父母妻子、男女眷屬，欲相救免，邪見業王，未能捨離，尚處輪迴而不自在。遇見愚癡之人，不種善根，但以世智聰辯，增益邪心，云何出離生死大難？復有眾生，雖種善根，作大福田，取相分別，情執深重，求出輪迴，終不能得。若以無上智慧，直種德本，身心清淨，遠離分別，求生淨剎，趣佛菩提，當生佛剎，永得解脫。菩薩往生第42。彌勒菩薩白佛言：今此娑婆世界及諸佛剎，不退菩薩，當生極樂國者，其數幾何？佛告彌勒：於此世界有720億菩薩，已曾供養無數諸佛，直種德本，當生彼國。諸小行菩薩收集功德，當往生者不可稱計。不但我剎諸菩薩等往生彼國，他方佛土亦復如是。從遠照佛剎，有18俱胝那由他菩薩摩訶薩生彼國土。東北方寶藏佛剎有90億不退菩薩，當生彼國。從無量音佛剎、光明佛剎、龍天佛剎、勝力佛剎、獅子佛剎、利塵佛剎、得手佛剎、人王佛剎、花藏佛剎，不退菩薩當往生者，或數十百億，或數百千億，乃至萬億。其第12佛名無上花，彼有無數諸菩薩眾，皆不退轉，智慧勇猛，已曾供養無量諸佛，
具大精進，發趣一乘，於7日中，即能攝取8,000億劫。大士所修堅固之法，斯等菩薩皆當往生。其第13佛名曰無畏，彼有790億大菩薩眾，諸小菩薩及比丘等不可稱計，皆當往生。十方世界諸佛名號及菩薩眾當往生者，但說其名，窮劫不盡。非是小乘第43。佛告持事：汝觀彼諸菩薩摩訶薩，善獲利益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得聞阿彌陀佛名號，能生一念喜愛之心，皈依瞻禮，如說修行，當知此人為得大利，當獲如上所說功德，心無下劣，亦不貢高，成就善根，悉皆增上。當知此人非是小乘，於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。是故告汝天人世間阿修羅等，應當愛樂修習，生希有心，於此經中生道思想，欲令無量眾生速疾安住得不退轉，及欲見彼廣大莊嚴，攝受殊勝佛剎，圓滿功德者，當起精進，聽此法門，為求法故，不生退屈諂偽之心，切入大火，不應而悔。何以故？彼無量億諸菩薩等，皆悉求此微妙法門，尊重聽聞，不生違背。多有菩薩欲聞此經而不能得，是故汝等應求此法。受菩提記第44。若於來世乃至正法滅時，當有眾生藉諸善本，已曾供養無量諸佛，由彼如來加威力故，能得如是廣大法門，攝取受持，當獲廣大一切自治，於彼法中廣大勝解，獲大歡喜，廣為他說。常樂修行，諸善男子及善女人，能於是法，若已求、現求、當求者，皆獲善利。汝等應當安住無疑，種諸善本，應常修習，使無疑滯，不入一切種類珍寶成就牢獄。阿逸多，如是等類大威德者，能生佛法廣大義門。由於此法不聽聞故，有1億菩薩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若有眾生於此經典書寫供養受持讀誦，於須臾頃為他演說，勸令聽聞，不生憂惱，乃至晝夜思維彼剎及佛功德，於無上道終不退轉。彼人臨終，假使3000大千世界滿中大火，亦能超過，生彼國土。是人已曾藉過去佛受菩提記，一切如來同所稱讚。是故應當專心信受，持誦說行。獨留此經第45。吾今為諸眾生說此經法，令見無量壽佛及其國土一切所有，所當為者，皆可求之。無得以我滅度之後，復生疑惑。當來之世，經道滅盡，我以慈悲哀憫，特留此經止住百歲。其有眾生藉斯經者，隨意所願，皆可得到。如來興世，難值難見，諸佛經道難得難聞。遇善知識，聞法能行，此亦為難。若聞斯經，信樂受持，難中之難，無過此難。若有眾生得聞佛聲，慈心清淨，
踴躍歡喜，衣無為喜或淚出者，皆由前世曾作佛道，故非凡人。若聞佛號，心中狐疑，於佛經語都無所信，皆從惡道中來，宿殃未盡，未當度脫，故心狐疑，不信向矣。勤修堅持第46。佛告彌勒：諸佛如來無上之法，十力無畏，無礙無着，甚深之法，及波羅蜜等菩薩之法，非易可遇，能說法人，亦難開示，堅固深信，時亦難遭。我今如理宣說如是廣大微妙法門，一切諸佛之所稱讚，付囑汝等作大守護，為諸有情長夜利益，莫令眾生淪墮五趣，備受危苦。應勤修行，隨順我教，當效於佛，常念師恩。當令是法久住不滅，當堅持之，無得違失，無得遺忘。增減經法，常念不絕，則得度節。我法如是，作如是說。如來所行，亦應隨行。眾修福善，求生淨剎。復為此文第47。爾時世尊而說眾曰：若不往昔修福慧，於此正法不能聞。已曾供養諸如來，則能歡喜信此事。惡憍懈怠及邪見，難信如來微妙法。譬如盲人行處暗，不能開導於他路。唯曾於佛植眾善，救世之行方能修。聞已受持及書寫，讀誦讚演並供養。如是一心求正方，決定往生極樂國。假使大火滿3000，成佛威德悉能超。如來深廣智慧海，唯佛與佛乃能知。聲聞億劫施佛智，盡其神力莫能測。如來功德佛自知，唯有世尊能開示。人生難得佛難值，信為聞法難中難。若諸有情當作佛，行超普賢登彼岸。是故博聞諸智士，應信我教如實言。如是妙法行聽聞，應常念佛而生喜。受持廣度生死流，佛說此人真善友。聞經獲益第48。爾時世尊說此經法，天人世間有12000羅由他億眾生，遠離塵垢，得法眼淨。20億眾生得阿那含果。6800比丘諸漏已盡，心得解脫。40億菩薩於無上菩提住不退轉，以宏誓功德而自莊嚴。25億眾生得不退忍。4萬億羅由他百千眾生於無上菩提未曾發意，今此初發。眾諸善根願生極樂，見阿彌陀佛，皆當往生彼如來土，各於二方次第成佛，同名妙音如來。復有十方佛剎，若現在生及未來生見阿彌陀佛者，各有8萬俱胝羅由他人，得受記法忍，成無上菩提。彼諸有情皆是阿彌陀佛宿願因緣，俱得往生極樂世界。爾時3000大千世界6種震動，並現種種稀有神變，放大光明，普照十方。復有諸天於虛空中作妙音樂，出隨喜聲，乃至色界諸天，悉皆得聞，嘆未曾有。無量妙花紛紛而降，尊者阿難、彌勒菩薩及諸菩薩聲聞，
天龍八部，一切大眾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佛說大乘無量壽，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。願以此功德，莊嚴佛淨土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。若有見聞者，悉發菩提心，盡此一報身，同生極樂國。